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正月20公视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2019新型的冠状病毒这款肺炎上新的疫情。武汉官方今日透早2点多已经公布讲，18、19连续2天，佫新增加136个病例，嘛新增加一个死亡的案例。另外，北京、深圳即嘛拢有确定的病例。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第19对外发布，到17为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加17例到62例，验过这一天的时间，20透早2点多，官方搁再宣布18、19连续2天新增加136例，也增加一个死亡病例。武汉市疾控中心无排除病毒的有限度人传人，验过认为疫情会当防会当控制。目前。 我们已知患者的临床表现呢，一般以轻症为主。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据目前我们追踪的763名密切接触者中，目前已经有681名解除医学观察，尚未发现相关的病例。随着我们各项防控措施实施和落实，疫情 可防可控。接种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武汉金运潭病院讲，在确诊病例内面有一寡无去过武汉华南海产批发市场的接触史，所以感染源头也会追踪检测继续进行，确诊病例可能也会增加。将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全部收治在我市的定点医院，采取1人1医疗团队。 1人1诊疗方案，开展规范诊疗。本来团讲上海有疑似个案，不过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否认。中国的《新京报》网伫咧20透早也报道，用官方求证了，北京确诊有2件有武汉旅游史的感染个案，另外深圳也有一个确诊。因为疫情有可能伫咧中国春运开始了规个摊开，但疾管署也加强病确诊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按自年9月份到去年12月份，已经有连续16个月，咱的地动是比平均值也搁较少。专家讲，台湾自2017年地动就变少啊，目前尚无已经累积19粒原子弹的力量，也未投放。 来看联合报，财政部决定对今年开始要成立 AI 团队，办公未来会当打造一个税务助理的机器人，要来掠偷走税，要互咱的税收更加公平。来看自由时报，这摆选举国民党输舔舔，国民党内即马出现检讨两间图算的声音。自由时报访问国民党籍15个县市长，有6个明确主张讲爱检讨，无就是爱调整党内的两间路线。 来看新北捷运西园口海环状线第1阶段，昨昏开放予民众坐免钱的。头一天人是吵，捷运公司讲坐车的人超过55000人。新北捷运环状线19开放免费试坐第1天，车厢内客满旅客。未来早起10点到下昼4点，民众摕电子票证会当免费坐。月底可望正式通车。 新北环状线串联新店中和板桥到新增的生活圈，对新北人来讲，以后坐捷运为新店中和到板桥新增，唔免搁坐入台北市换车。常常会来板桥这边来找人，所以以后从板桥到新庄那边的话，就不用再绕路了。我们会从头搭到尾巴，试试看哪一站，然后每一站下一下，这样我们就知道哦是怎么样。 新北环状线有14个站，串起新店板桥新庄5公里以内票价20块，31公里以上是65块。像新庄头前庄站到板桥站，即马缩短是3个站，大约20块的票价，也毋过试坐第1天出现惊险状况，车门突然自动关起来，有民众险些袂赴上车。 后续我们有把这个秒数几个重要车站秒数，把它调为40秒，搭乘的时候不用那么急哈，慢慢来。那门关上的时候碰到也很安全，只是自动弹开。那4年完以后，我们大家还会再开检讨会，还有哪一些缺失工程的噪音的隔音墙，再给它加高，把它做到大家都能够非常满意。
新北市济份工程局表示，营营环状线真侪坐车的人，原定要分钟一班车，下看人的坐少增加班次，部分的车门关门的秒数也会延长。另外，什么时阵正式通车，好友已表示调过地通车拍拼，不过也是爱等双北共同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的苏花改已经通车，今年要登去花莲的乡亲有加一个新的选择。客运业者讲，伫春节的期间有推出拍折的优待，台北到花莲的车钱上限只要205块尔。也毋过，公路总局是讲，初一路南去花莲，也有初四上北的路段，恐惊会塞甲变过，会塞12点钟，所以要驶这段路的乡亲爱注意。今年7月9日，配合苏花改通车，今年花莲回乡的旅客加了一个用坐北花线客运的新选择。有民众已经挂着大包小包行李，提早回乡了。火车要440啊，那这一次搭只要99，让你省了多少钱？300块。比较便利吧，不用等就是现买就有了。伫台北的南港甲邦桥转运站分别有台北客运、统联客运甲首都客运3间业者提供伫台北直达花莲火车站的过年优惠票。对22到29过年期间，客运业者推出851的优惠，台北往宜兰罗东181块，市府转运站到大溪只要80块，邦桥到花莲295块，南港到花莲更加有270块、205块上架优惠票。对台北到花莲若是无塞车，3点半钟就会到了。在尖峰时段台北和罗东之间，以及台北和宜兰之间，我们最密的班距大概2到3分就有一个班次。那台北到礁溪10分钟也有一个班次，最大量可以发到800个班次哦。若是要家己开车来回台北、宜兰、花莲台东的民众嘛要注意。公路总局提醒，苏花改过年上塔的时阵，应该是正月初一南下往花莲，也佫有正月初四下北上的上塔，将是平常时56倍的车流量。有估规工是22000台，会塞12点钟。预估的高峰大概是第一波，应该是在小年内。最南下最高峰应该是在大年初一，就是25号这一天。公路总局提醒民众，除了花莲到大清水路段的临水磅坑以外，苏花改其他路段拢禁止机车慢车，也无开放大货车通行。另外，大高线路段过年期间也实施大货车时段性的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监察委员陈树明透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向总统蔡英文请辞，伊嘛伫咧网络写一篇文章，伊讲请辞的理由真简单，就是伊唔知影为虾米要战。陈树明讲，伊入去监察院进前，是想要甲无适任的法官当作伊调查的重点，望司法会当改革。也毋过司法院长柯宗力拢不准伊过问，有权力来主持公道的人嘛拢激点点，互伊真刺心，所以决定要辞职。针对这件代志，总统府是回应表示讲，总统有讲过，监察院甲司法院拢爱听人民的声音，唔通用政治的方式来做思考。接下来看总统府昨昏公布，总统蔡英文进前接受英国 BBC 广播公司的访问，全部的内容。总统伫咧接受访问的时讲，咱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或者中华民国台湾。针对总统蔡英文这款讲法，有独派人士是讲，中华民国这4字会当减讲就卖讲。也毋过前总统马英九是提醒讲，伫咧正式的场合，拢爱用中华民国这个名，因为这是宪法白纸黑字写的国号。斗阵手牵手向大厦行礼，总统蔡英文出席高频感恩餐会，除了向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行政院长苏贞昌致谢，也特别感谢副总统董山林赖清德，强调这证明民进党会有竞争，也会团结。众所周知，我们两个都出选过，但是我们两个替台湾的政治立下了一个典范，就是民进党是可以有竞争的，是一个民主政党，是可以有竞争的，但是竞争完了，我们就是团结。三后除了展现党内团结气氛，蔡总统最近也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其中对着是不是赞成台湾正式独立问题，伊明确表示，无需要搁再宣布家己为独立国家，因为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成为中华民国台湾，有家己治理国家的制度，有政府、军队甲选举。而独派大脑也是总统府之前的姚嘉文，对蔡总统是有更加多期望。迟早是要制定新的宪法，不要再用中华民国4个字，我们会呼吁总统少用这4个字。总统有他的不便，他必须要讲嘛。我们比较清楚的表达，我们希望用台湾共和国。可以说蔡总统跟民进党属有衔接了。现在对蔡总统这样的讲法，
那要他们接受恐怕也困难。但是究竟并非独派里面的主流。而前总统马英九是提醒正式场合应该爱用中华民国。为了澄清不是大陆，偶尔用一下也许无妨，但是在正式用的时候，还是应该用中华民国，因为这是宪法上规定我们中华民国的名称，总统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不过，蔡总统在专访时也讲到，马政府时代用来保有两岸空间的无清楚条件已经无存在，两岸关系已经无再是彼此中间的关系利益，而是区域局势一环。这段局势比以往是更加复杂。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甲一寡青壮派成立嘉义的团队，呼吁国民党爱改革，嘛望讲党内爱针对路线来做辩论。有意思要参选党主席的人，拢爱甲两间的路线讲互清楚。伊嘛去国民党中央开记者会，宣布讲要成立嘉义的民策社团。事实上，我们知道国民党在这次大败是在网络跟社群的话语权全面沦丧有非常大的关联，所以我们嘉义也成立了一个社团，脸书的社团，变成是我们共同讨论意见，来去捍卫价值以及宣扬理念的共同平台。那么将来我们也希望说，尤其在党主席选举这个过程当中，嘉义也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辩论的平台。已经讲要参选党主席的孙文学高中校长张亚中，伊讲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少年人的政党，嘛讲国父孙中山有讲过，革命要成功，第一靠武力，第二靠宣传，宣传就是爱甲理念宣传出去。伊嘛赞成国民党内即嘛爱来做辩论。另外，总统选举的韩国瑜，伊是登去做高雄市长啊。昨昏伊去菜市啊，了解过年的农渔产品运销的状况。有乡亲甲鼓励，嘛有人甲呛声，韩国瑜拢无应。也毋过，罢免韩国瑜的团体，伫昨昏已经宣布讲，正月29初5开始，伊要展开第二阶段30万人的人数。天也未光，高雄市长韩国瑜连走3个市政行程，因为过年要到啊，关心农渔产运销状况。热情民众欢喜握手翕相，不过嘛有人不满，大声呛声。罢免市长已经通过第一阶段的提议审查，特别进入第二阶段的连续。韩国瑜重新上班以来，继续低调面对。不过，罢韩团体已经确定，这个月29号，旧历年初5要成立罢韩总部，要拼30天内达到30万份的连续。因为期程10分的短，再加上整理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必须要剔除的不是那么格式上面不是那么符合的联署书，所以我们会把期程压得更短，期望我们能把这件事完美的做到。所以我们会希望30天内我们就能收到30万份联署书。罢免行动嘛受到高雄市负责争议，作家库林发文指出，罢免开市政府8000万真会好，因为韩国瑜上任以来，市政府已经负责将近400亿，推论韩国瑜任期满会负责1600亿。不过高雄市政府发声明回应。批评无根据的抹黑市政府，要求库林马上回失礼，啊若无特别提告。记者李小比较关高雄报道。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即马人伫澳洲访问，伊去芬兰赫尔辛基看人安那改革传统市场。因为民众党未来是国会第3大党，即马因嘛规定讲，若不分区的立委违反党团的意思，无下资格就会汰掉。郭文哲讲，这只是上低标准尔。台北市长郭文哲参访芬兰迄年新起的哈卡利比市场，要甲当地经验当做台北市夜市甲市场改革目标。而针对民众党18宣布3项加规，连续2个会期遭到江督明评鉴违反名单，重大人事案违反党团决议，重大的法案若是违反党团的决议3摆，就是无适格会被剔除。新任党主席郭文哲讲，这是上低标准。事实上，我们这个立委还是要有一个评鉴制度的。只是我们其实我们这个评鉴制度还是最低标准。我们是先建立制度，那一段时间要再慢慢把标准提高。所以其实那个公部门那个是很低的标准。另外，国民党3月初7日补选党主席，传出党内人事提议，会用照民进党2008年败选模式，由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做党主席，用企业经营方式中进国民党。郭文哲讲，国民党的家务事唔敢表达伤多，也不过恁袂调，也是算了一句。2008当时是民进党没有人愿意去接，大家都不想接，所以才给蔡英文接。但是目前的国民党，你问我的话，
想接的人是很多的，只是大家摇柜给税离在哦，不太敢自己跳下来说我要选。其实我讲的是一个空穴来风的消息啦，我们并没有听说有任何这样的传闻。那我相信，在这时候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整合党内的意见。那我想就先不要牵扯到郭台铭先生。郭文铁坦白讲，这阵国民党的局面，除非每一个人讲无想要做党主席，安尼无得卡找一个全新的模式想法，你嘛也有机会。另外也讲到，若是韩国瑜卖选总统，是有机会改变国民党。不过这阵能量好顺伤多咯。记者综合报道。个人不能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站地动，真侪民众是惊甲走出去。这站地动规模6.4，深度只有16公里。当地政府讲有3个人受伤，其中有1个人伤势较严重。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地时间19暗9点27发生规模6.4的地动，地动深度16公里，是极浅层地动。震央所在地驾驶官摇甲真厉害。商店内面架啊顶头的物件是压甲规涂骹。伫事情发生了无偌久，暗时10点外，附近的阿图17又发生规模5.2、深度只有14公里的地动。当地政府已经派人去了解灾情。伫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的安纳布尔纳峰，当地17发生细崩，地点伫咧海拔差不多3230公尺的所在，就伫咧基地营附近有7个人失踪。And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7 people missing, 4 Koreans and 3 Nepalese guides. 目前有30个人被救出来，也包括之前团载3名台湾登山客。当地政府正继续伫咧找失踪的7个人，因果天气不好，影响救援。另外，伫美国加拿大顶礼拜六也天气真歹，美国中西部加东北部受到炸弹气旋的影响，在即开始落暴风雪，有一寡所在温度降到零下32度。大雪造成机场的航班取消，路袂通。爱荷华州也个出现民众伫咧等待警察救援时阵，差一粒仔互出过来车撞到。NBC 讲，这场暴风雪加季军影响差不多1亿人。加拿大东部纽芬兰省同款也落大雪，大雪扫过纽芬兰省的首都圣约翰，伫车路顶看到真侪车掉伫咧雪内面，袂顶袂当。Here for 26 years and has never come to that point, not once. So hopefully it's not going to come to that again. 当地政府伫17宣布紧急状态，要求店面停止营业，禁止车上路，也警告民众莫出门。联邦政府也派200名军人台兵，随时拢会当出动救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咱台湾的天气。今日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南投，只有10度7，日时温度会豆豆回升。也毋过北台湾规工也是较凉冷。来看上新的温度，气象局是表示过，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是多云较好天，只有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北台湾日时高温大约是18度到20度，中南部、台东大约是24度到27度。明仔载开始温度会回升较明显。明仔载到拜五至到暝为落天气拢真稳定，也毋过初一开始就会变天啊。初一到初二有方面的通过，水汽云拢会变较高。全台湾嘛会开始落雨，温度就会下降。啊，若初三、初四水汽搁较高，所以过年若是要出门去行村，也是要去佚佗的乡亲，爱注意天气的变化。来关心台中高屏中环公路69公里，往梨山嘉阳附近昨昏火烧山，风较透，火炭真紧，火势伫昨暗尾暗仔有控制掉咧，估计是烧掉2公顷半。山顶白烟一直升起来，也看得到火烧甲冰冰薄薄。台中梨山嘉阳部落民众翕到这个画面，赶紧通报消防局，烦恼火烧山情况愈来愈严重。草跟树都很干枯。要赶快灭掉，不然火势会越烧越大。风真透，加上四界拢是大树的树枝甲草啊，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一直炭烧出来。消防人员除了对地面防止继续炭烧，空军直升队也对空中野水来拍火。礼拜早起8点，台北线中环公路69公里梨山瓦郡嘉阳部落的林班地发生大规模火烧山的情形，由地形真惊，地面甲火势控制伫山崖边，空中由乌鹰直升机来灌救。前2架次都洒水8次，1架次飞机都洒8次水，然后他们就返回加油。
消防人员表示，因为山区欠缺水源，农民的农业储水也已经用完，改由乌引直升机对空中压水。即阵已经出动3个架次，对敌基水库取水来灌救。不过，根据消防人员估计，即阵已经拖烧大约7架地，截至19暗头啊，山顶也一直在烧。有找到那个整地的农民，他就是真危整地，然后人没有在那边顾，他那个山上风势很大，它整个扩大燃烧，目前大概燃烧大概有6、7架。消防分队表示，技术因为农民种地无细致引发大火，除了现场继续抢救，拖烧的范围扩及到国有林班地，相关单位会对行为人来开发，也个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更加害这是澳洲的火烧山已经烧4个外月，烧掉10万平方公里，要挖3个台湾大。即马大量的乌烟吹起哩天顶的冰流层，即马这乌烟差不多已经要射地球1年啦。对美国 NASA 航太总署的卫星相片能看到，到13跟14，澳洲东半部伊湾河真侪烟围绕的，就算澳洲伫咧南半球，也毋过伫咧一个吹背进前。澳洲野火所形成的烟，随着季风规个拖开，就已经跨过半个地球。附近的纽西兰空气品质正受影响，甚至是伫咧12000公里外的南美洲国家智利甲阿根廷也受影响。NASA 讲，烟至少会使地球1年，经过国家空气品质拢会变歹。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讲，这边的大火甲一种叫做印度洋5级的气候现象有关系，当然也有气候变迁的因素。It has the effect of making East Africa wetter, which is why we saw the floods in East Africa. So on the one hand, you do have the natural climate vari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climate change is playing a role, and we should be in no doubt about that. 澳洲这边的森林野火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是烧掉2.7个台湾，有30个人死亡，几落千栋厝被烧害。虽然澳洲常常发生森林野火，不过专家讲，野火规愈来愈长，火愈来愈大，温度愈来愈悬，绝对甲气候变迁有关系。2017年，澳洲经历过史上上严重的酷旱，就是一个正明显的征兆。这边是对全世界人类发出警告。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remember is the increasing nature of extremes is a worldwide thing under climate change. What we've experienced in Australia has been predicted, but it's also likely to happen elsewhere. I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 catastrophic bushfire. It could be a heat wave. It could be an intense tropical cyclone. It could be a huge drought. 澳洲的大火不但对全世界气候造成影响，也造成11只动物死亡。发现社讲，澳洲第3大岛的大鼠岛。本来顶头有46000只澳洲的国宝无尾熊，也有真侪大鼠。不过野火烧掉9成的棲息地，四季拢看得到无尾熊加大鼠被烧甲臭大的尸体。政府也空到是要互这款大鼠食。估计目前岛上无尾熊只剩9000只，正有可能列入濒危动物的名单。救援团队为了要救岛上的无尾熊，设立临时病院，甲烧烫伤甲被惊到的国宝做治疗。We are probably finding burns that come in now are looking at 4 weeks worth of treatment, and obviously with the fire still burning, we're still having multiple new cases coming in at the moment. 为了要抢救国宝，澳洲当局伫咧这礼拜宣布拨15亿台币做野生动物保育基金，其中一寡款项就用来救无尾熊，因为森林大火，所以观光客拢无来。初步估计，澳洲的经济损失差不多几60亿美金。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去缅甸访问，双方嘛签署中国甲缅甸的联合声明，甲咱台湾写参照。中国讲缅甸爱遵守一中的政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针对这件代志，咱外交部是呼吁中国爱尊重咱台湾人即摆的选举结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缅甸国务资长翁山书记握手致意，这是近20年来中国领导人头一摆拜访缅甸。10月2号签署联合声明，中国官方发布的中文版第9点提起，缅方坚定奉行这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西藏新疆是中国未当分的部分。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向国际表达无接受一国两制。这一次，台湾人民用选票再一次的
向世界证明台湾人民不接受一国两制，只要我们争气，就不会被世界遗弃。外交部谴责中国无权伫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也批评中国政府将虚构的一种原则强加伫其他国家企业的做法，会当讲是疯狂。近来，中国政府将其虚构的一个中国原则强加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跟国际企业的做法近乎疯狂。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强行推销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恨蛮的做法，只会重伤两岸人民的感情。抗议唔拿台湾，中国伫缅甸投资被上水坝，因为会致死数千人无依无靠，2011年已经停价。也毋过民众犹也无放心，18组织伫强攻街路画口号，要求习近平徹底終止水壩興建。ကျွန်တော်တို့အနေနဲ့ကျွန်တော်တို့နိုင်ငံကိုရောက်လာတာကိုကျွန်တော်တို့ကြိုဆိုတယ်။ဒါပေမဲ့ကောင်းလာခြင်းတော့ကျွန်တော်တို့ဖြစ်စေချင်တယ်။ကျွန်တော်တို့ကိုနိုင်ငံကိုရောက်လာတဲ့အခြေအနေတစ်ခုပေါ်မှာကျွန်တော်တို့မြင်တဲ့အမြင်က缅甸迫害羅興亞人伫國際行列國列飛機，也毋過中緬協議又還強調會加強一帶一路合作。推動電力能源互通建設，建立中緬命運共同體。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硅谷、紐約、洛杉磯在大城市18個發生女性大遊行。今年議題是關心氣候變遷、移民，也有查某人提囡仔的自主權。摸着華府的領風18號，示威者集合在北京附近的自由廣場，展現女性的政治力量。遊行隊伍內底各種激烈的反川普訴求和標語，世界攏看得到。有真濟宣傳11月一定愛投票，阻止川普過再做4年。又不滿川普常常發出輕視女性的評論，對跨性別者的弱勢族群無優先。這場抗議行動對2017年川普就職第2天頭一擺登場，連續辦到第4屆。雖然人數比前2年來講已經減少真多，不過行動是更加有組織，議題也更加廣泛。今年大選年的訴求是注重在氣候變遷、生育自主權、薪水平等、移民改革加跨性別權益等等。Get that the bully in Washington, we are united. All women, Muslim, Jewish, white, black, Latina, Asian, we are together. Trans also. 即擺民主黨總統初選中唯一化的參選人楊安迪的家後羅愛玲也出席紐約市的遊行，親身說明伊偌久之前才佇電視上公開家己有生的時陣，不遭到婦產科醫師侵犯的經歷，呼籲女性勇敢來出面對抗性暴力。As terrifying as it was to share my story on a national stage, I had to believe that coming forward would help me reclaim my voice and help others reclaim theirs. 伫自由派風氣盛行紐約市，羅愛玲也一直宣傳紅曬，要按照政見中每一個人每個月1000塊美金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來因應人工智慧大量取代勞力造成的失業，強調這款的自由紅利會比想辦法補救的聯邦就業計劃更有生產力。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英國，因為 Harry 王子翁仔某已經宣布講要退出英國嘅王室，英國女王嘛已經答應啊，所以即馬英國嘅王室是宣布講 Harry 王子甲伊嘅家後梅根未來袂使閣使用王室嘅尊稱，嘛袂當閣用公款。英國白金漢宮伫當地時間18發聲明，宣布哈利王子甲伊嘅看守梅根將袂閣再使用殿下這個名頭，也袂閣再領成為王室成員嘅納稅人資助。兩個人今後將袂閣再代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另外，雖然因未搬出王室所屬嘅羅浮閣摩爾別莊，也毋過會捐械徵收費用240萬英鎊，差不多9300萬台幣。The fact that they have said they wish to pay back the £2.4 million spent on doing up Frogmore Cottage, I think will also go down very well. I think the public will be very pleased that they are offering to pay back the £2.4 million that the taxpayer contributed to refurbishing Frogmore Cottage. 哈利王子翁某這個月初8宣布被退出王室高級成員的身份。女王在聲明中講，哈利、梅根也個因的囡仔雅琪將永遠是伊親愛家人。雖然王室有做詳細的回應，不過對外界所關心的兩個人所落來慰安費用並無記做說明。只跟他講，這項安排將會自2020年春天開始生效。記者綜合報道。
来关心香港的民间团体昨昏下晡发起集会，主办单位讲上无有15万人参加，也毋过香港警方讲加敢若万外人尔。落尾警民冲突，连发起人拢互掠去。警察甲示威者压伫涂骹，也阁提出警棍甲喷雾，警告边仔民众莫乱来。香港民间团体19下昼发动主题叫做“立即民主政改，若无天下制裁”集会。结果到尾暗4点外，香港警察就以附近有人伫咧车路等装啊架，也阁用油漆弹甲大楼的外壁拢抹黑为理由，甲这场集会挡来。其實個抗爭係未完嘅，我哋要俾政府同埋全世界人嘅知道，而家個抗爭，我哋係香港人，繼續係爭取呢個5大訴求。缺一不可，呢個理念。警方伫咧中環銅鑼灣等所在，甲人抓來，真濟少年人雙手被鎖帶綁伫咧背後，一個壓上警車帶入現場。因為有53人伫咧往照擋路，警方除了要求記者退後，也閣正我的距離向記者放胡椒噴霧。遊行發起人和警方以煽動情緒違反無反對通知書被逮捕。The role is to ask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launch sanctions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st government if they refuse to grant us the right to elect our LegCo members in 2020 in universal suffrage. 香港政府發言人講，對有一寡集會人士要求外國政府監察香港嘅事務加實施制裁，感覺真違憲。集會發動主辦單位講，至少有15萬人參加，但唔是警方動來，人數會更加多。就警方是講，上濟時陣差不多1萬外人。記者綜合報道。香港發生反送中抗爭了後，不少抗爭者來到咱台灣尋求政治庇護。有人講來台灣3個月啊，欠的錢咁要開了啊，因為因摕觀光簽證無法度去探索過，所以呼籲蔡政府若無要通過難民法，敢會當互因佇咧咱台灣會當食頭路，討談過生活。援救香港抗爭者。由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發起的台灣庇護香港抗爭者遊行，先佇民進黨中央黨部集合出發。主辦單位認為，先前蔡總統大量以香港民主抗爭作為號召，爭取支持，3號更加應該盡速通過難民法，予來台尋求庇護香港人上具體支持。台灣的香港手足能夠得到政治庇護權，只有這樣子才能夠更有效地去對抗香港黑警對香港手足的殘害，也只有這樣子才能夠真正的讓台灣成為一個支持香港民主抗爭最堅實的後盾。不過遊行還未開始進前，都有經過的人想要衝到現場反對遊行訴求。這場遊行由幾啊位網面的香港人來響應。張先生講，為了人身安全，以4條工課來到台灣。手中的旅遊簽證雖然會當延期，不過無身份無法度做厝，更加袂當找頭路。3個月佇台灣的期間，立即準備用完啦。就算是無法度通過難民法，也希望蔡政府會當伸手到沙港。香港過來的香港人可以有大概可能1年2年跟學生一樣的留在台灣，然後可以有一些就算是限期，但是都可以讓他們有生活的方法。主辦單位指出，香港反送中已經有7000多人被逮捕，2000人做咗起訴。外國媒體報道，大約有200多人就安尼來到台灣，呼籲蔡政府隨修訂港務條例，予香港抗爭者政治庇護權加生活保障。記者綜合報道。在地上大條來關心56年前，台南的北投發生規模6.3的大地震，造成700多人過身受傷，災情真嚴重。嘉義市嘛，因為這陣地震有174戶火燒厝燒了。今年88歲的文書工作者，在56年後，即馬提出一段影片，記錄當時有偌爾恐怖。大火燒甲真美。消防大工水一直轉，也真歹將火拍花。這場發生在民國53年1月18日暗時的大火，是受到規模6.3的北河大地震所引起的。88歲文書工作者羅廷模當時記錄了這段珍貴影像，即馬數位化中下。迄是用迄個8米的影片來翕的，就拄到北河大地震時陣，嘉義怎去有影響到，怎話發生這個大火，震災關的發生大火。安尼，從迄個嘉義噴水以南的，迄個國發街啦、公彩街遐攏個燒了。
56年前的白河大地震造成756人死伤，灾害上严重的台南喜华。嘉义市有名的地标喷水池周围大火，长1公里的火线拖射到隔灯角的透早，造成174户建筑烧了。老饼店经过震灾了后7年才重建完成。想起迄年的大地震，头家犹原是心惊惊。这个地震是垂直上下震动，还有地鸣的声音，就是讲地震我啪啪啪啪，迄声音足恐怖的。我出来了后。就是规个天拢红的。白河大地震56周年时，文书工作者透过电视影像公开，要提醒大家，就算是时空背景无同，犹原爱时时保持警觉以及防灾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东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伫咧绿色磅空迄颗雷亚的太平溪磅换起一条5.8公里长的车路，会使直接通去台东市，伫咧昨昏正式通车。这条沿着太平溪磅换地顶兴建的马路早起正式通车，当年核定补助台东县政府13亿经费的前总统马英九，应邀到场剪彩，并且实际行一逝这条新的公路，一路沿着地方行。全长5.8公里，有2线车道，为台东市马兰桥开到宜兰乡的太平桥，都会当连接花东公路，大约7-8分钟。这条公路主要功能是疏解每到年节假期，花东公路进出台东市区，车辆会特地唯一一条绿色隧道的情况。外环道不会出塞是很好的事情。现在目前在这个红绿灯，所以在一般的年节，在一个交通拥挤的时候呢，我想它有疏解作用。今年农历过年，尤其进出台东市到花东公路，总算有一条替代道路会当行，也不过也需要搁争取延伸到宜兰乡的平龙桥，才会当完全疏解花东公路绿色隧道的困境。比较遗憾的就是说，我们从太平桥到槟榔桥这一个路段，那目前还在县府跟县府在积极争取经费哦。台东县已经向中央提出太平溪路地强固延伸计划，希望今年行政院会当核定，保证这条新的公路为了让用路人会当熟悉路况，时速限40公里，也不过未来会提升到50公里。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家己地啊，伫咧台中变作美丽顶，这是艺术家的想法。这作品互人看了拢学到。即马台中市的文化局按算要甲2020台湾灯会做伙宣传，甲这放入去，甲这眷村的文化文物夹做伙，要创造出正特别的台式浪漫。这张已经一架子的大墙啊，顶面挂真侪家子啊，含细派电火球啊，这款特别的文创设计。马替台中市贯穿文物馆打造出特殊的蚵仔汉字台式浪漫。像后面这个家己碟啊，还有我们的灯饰，都是我们在文创台中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继续再做一些利用。用过台湾妇女洗菜市啊，拢会摘家子啊，无论是挂伫墙仔顶面，或者是古早的红门，看起来拢真美。这是蔡武杰的卡书，伊和台中市文化局同齐甲创意台中设计展的想法引入去台中贯穿文物馆。和本土文化和贯穿文化通夹做伙，包含有一些在地的一些以前的那种干仔店啊，一些眷村的味道，我们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再做一次的结合。为着要替2020台湾灯会宣传，台中市文化局和地方文物馆合作，官方设计古水的飞轮机，结合灯会 logo。布底墙围。我们最近在展的《毕生难忘》，它是一个收藏展的一个呈现，用文物去呈现一个叙述台湾的在地故事。台中贯村文物馆的前身是北屯新村的空军宿舍，来这行搭嘛通顺续体会以早台湾上界淳朴的贯村文化。欢迎大家来文物馆佚佗，留下浪漫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咧中华的鹿港是有一对姓施的白仔囝，因为台湾狮画甲真出名，那用新的元素来设计狮头，嘛创造出真侪文创商品，望讲要甲台湾狮的文化传落去。人狮头才会出头，人狮尾才会存家好。伫中华鹿港有两位为着台湾狮制作家彩画，当咧拍拼的艺术家施俊雄甲施志祥，因知觉到台湾狮的文化甲精神，当咧失传，也想尽办法想要甲台湾狮找到回来。在后期，在新做的这些石头里面，再加上一些比较多的元素，对，
然后让它看起来可以更漂亮、更华丽一点，但是它也不会说失去它传统的那些味道。这样。那伫西头的安金化石有新的手路甲设计，也设计文化创意商品，希望甲东坏坏西头变作是会当吊伫牌仔的随身札，也有台湾西造型的公批。按照比例直接缩小到像这种吊饰一样大小的大小，对这种大小，然后让它可以更简单的去让大家认识说，各种不同的狮头的形状这样子。当然最重要还是我们希望这个2个人加起来就是好的元素能呈现给大家。无论是西头的边竹啊、古纸到皮图、安金化石，一对平仔架艺术家用传统的手路配合着现代创新甲创意，互台湾西的古早味行过咱逐日拢伫咧改变的新时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雾峰国中，甲学校的本位课程结合在地特色，在教学生囡仔种香菇，或者囡仔亲身体验，心色阁趣味。野刷条小土甲捆绑好胶纹，再个甲土滴入去落甲底，着地好杂质，落甲白好红，袂当有空气，底好着个送去工厂杀菌，安尼才会当摕来种香菇。学生囡仔头一摆体验，拢讲真心色。这是我第一次种香菇，所以这是让我学习到一个很多新知识的地方。校方表示，新课纲强调各领域整合课程，透过本位课程结合雾峰在地特色，让学生唔但会当认捌故乡，也会当学习新知识。在让孩子照顾成长这个菇类的过程，我们其实也融入了生命教育。好，那接下来他们要照顾，然后要收成，好，那要统计，那这个就是数学的部分。校方表示，种香菇的课程办几若档，效果真好，包括统计香菇发规律，学生也着设计料理，搁展示予全校的人看。种香菇结合数学、家政、乡土、表演艺术，搁有生命教育，予学生下领域学习，有影是一兼几乐个。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认捌故乡，这是台中乌日的溪尾里，甲其他的庄仔头隔一条乌溪，出入拢爱各得牌仔，所以溪尾国小就专工设计课程，结合地方的特色，要互囡仔了解地方的故事。因为即阵啊溪水可流，无通过钓牌仔过渡，学生囡仔就当做甲钓牌仔搬去乌溪，搭钓桥过溪。若安尼，学生囡仔搁爱爬石头，嘛着上架，有影充满挑战。这就是溪尾国小结合地方发展的课程，带囡仔认捌家乡的历史文化。那这个枯水期水位比较低，那竹筏没有办法做一个摆渡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模仿前人，把竹筏拆掉，做成竹桥，搭好竹桥，让小朋友过桥，过桥渡乌溪。要搭钓桥上要紧的，就是桥墩。学生囡仔把脚放伫溪水当中，叫石头落入去脚内底，稳定基础。上尾则按着牌仔去伫桥墩顶头，囡仔去活动了解爱安怎运用竹啊。伫溪场的时，搁钓牌仔过渡；可老的时，搭桥过溪。因为可以认识自己的家乡的溪流，然后还可以，对啊，就可以这样，然后认识以前的历史是怎么。因为我们踩在那边的石头上，很像在踩健康步道。先把竹子先绑好以后，然后再弄竹笼里面要放满石头。学校表示，溪尾里甲其他庄头隔一条乌溪，望课程甲囡仔了解生命是安怎过溪，嘛建立囡仔正确的水域安全知识。记者综合报道。家有弱势者斗阵食买鸡，昨昏伫咱全台湾有做伙开4070桌，台北就开2000桌以上。这买鸡甲今年为止已经办第30档啊，规模是愈来愈大，这嘛互创办人周庆真感慨。伊讲愈来愈侪人来食，代表咱台湾这30年来好价愈好价，若善价是愈善价。鼠年来，好运来，鼠年到。真侪住伫个街路上的朋友，也有家己一人住的老人拢来，汉书食饱爱心买鸡19礼拜登场，全台同步举办16场，总共4070桌，估计4万人来享用。办伫个凯道的台北场就占了2200桌，有8组的灶卡伫前一天就进入控场来比赛煮食。从昨天9点就进场了，油鸡还有鸭。
还有鲍鱼。料理对冷盘、油饭甲佛跳墙总共10项。顶礼拜捐款认到率只有70%，不过即阵已经达到目标回收成本。汉斯伟家是创世基金会创办人周庆在30年前开办的，当时有街路上的朋友甲伊讲，过年店头关门，找无物件通食。周庆有时就甲志工传了30个便当送互因。后来规模愈来愈盛大，不过周庆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越来越多，在我看来不是好事。我们的财富集中90%集中在5、6人的身上，你看看财富拉不拉大？创世基金会是补充说明，爱心每个邀请对象对住在街路上的朋友，扩大到独居的老人、单亲妈妈、清寒的学生，这样让人数大幅来增加。我们是烤地瓜的妈妈，很久了，因为那时候我烤地瓜的时候，我家女儿还不到1岁，所以她有9年了。现场要自立生活者，要亲像是这位陈先生，捌参加过买艺，后来找到工作，正做捐款者。今年头一摆来到现场来担任媒体志工，自助互助是汉斯买艺建立30年，一直拢有的情景。记者综合报道。乡亲驶车徛倒摆，爱看驶较安全，唔通超速。伫咧彰化市第74架线2.2公里的所在，有一支专门咧翕超速的翕相机。去年到甲呾，去年规趟天就翕到18276张超速的罚单，替咱国家赚3000万。为彰化方向要往台中，翻过包括山脉第74架线，是袂少驾驶人的选择。不过行过路街路段是要放慢速度，因为这个测速翕相就是取得冠军。我是知道它会不定期的调换方向。这个为第2.2公里的翕相机，去年是由帮往南来照，也就是台中往彰化方向来翕。一年以来就取得18000外件，开发3000外万，拿下去年的取得冠军。而今年有驾驶人发现方向无共款，改做往北，也就是台中的方向来翕，自无设置就可能被罚。我觉得还蛮好的，如果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会减少就是超速的人。驾驶人讲，这条台74架线道路真低，搁宽，加上甲快速道路相接，袂少人无注意速度只有70公里，当作是快速道路伫开。加上往台中方向是一个大路街，真容易就超速。警方表示，当地因为是一个长路街，常常驾驶人无保持安全距离，加上路街车速真紧，常常发生事故。不一定，那个是不定期会做检讨，就是我们会也是依照它事故的发生去做检讨。根据彰化警方统计，108年处地超速，一台74架线2.2公里处南下固定站，就18000外件拿下冠军。第2名是好美镇，线东路5段291号南平的测速站，就7700外件。第3名是大川乡第1线201.4公里处南下测速站，就6900外件。警方表示，就来考量肇事以及违规比率较悬的路段，尽量来对调风向，并提醒驾驶人唔通来超速。记者台中彰化采访报道。世界正心息来看，全世界上界古早的糖仔店，即马要卖啊！你敢知影化价化到偌济？伫英国有一间已经开193档的糖仔店，有影是100年老店。即马头家想要甲店面拍出去，伫咧市场化价已经化到新台币1335万。就来摕糖仔罐，甲人客伫咧开讲。这间有上百个糖仔罐的糖仔店，叫做英格兰上老的糖仔店。自1827年开店到即马，已经193档啊！唔但是英国上老，也是全世界上老的糖仔店。When I met my wife, when I was 17, she was 16. One of my first trips was to bring her out to the sweet shop and show her and buy some sweets. And that love of confectionery, love of the history and background sweets has continued. 头家只是伫咧20多年前接这间店，伊是一个糖仔迷，正爱这间店，甲因某第一遍约会拢经伫咧食。My favourite has always been milk gum teeth, strawberry and vanilla, powder coated, beautiful. But the best-selling sweet always and still is rhubarb and custard. 只是接触了后，规拢保留落来，装潢无变，糖仔罐无变，店内收银机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老古董。行入去这间店就敢若行到古早时阵。We always do come because it's my grandchildren. So invariably, yes, my grandson too, me. Invariably, it's when they come up.
It's just so cute. It takes you back to a different time. 上百种好食的肠仔，搁加上古早风情，互老店名声真响。伫热天旺季的时阵，人客就要排1点钟才有法度入去。因过因为鸡丝买菜产久，所以店要卖。即马市场的计销已经花到399000澳元，差不多台币1300万。 Please keep it the same. Yes, just with a little bit of variety of newness, but basically the same. It worked. 老店要卖，人客唔甘又搁担心，希望新头家会当保留古早味，互老店100年的甜味滋味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印度人的婚礼一向拢真喜欢，也毋过即马受到经济变歹影响，结婚的场面已经无遐尔大。伫婚纱店内面人真侪，真侪准新娘甲厝内人伫咧拣家己家己的新娘衫。每年11月到过当年的2月，是印度上侪人结婚的季节。真侪人对印度婚礼印象就是连续办几落工，而且有上百甚至上千的人起来参加。新郎新娘也会穿正豪华的礼服，陪人客闹几落工。不过今年因为印度的景气歹，真侪婚礼规模真明显出现纠水的情形。 Earlier it used to be week-long weddings, has now been converted to just 1 or 1.5 day of wedding. 自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为着要扫乌金去贪腐拍假钱，甲500加1000卢比的巨钱废除了后，印度国内欠现金的情形就真严重。这几年印度卢比的汇率是爆破历史新高，这是会增加不如预期，互民众开始对消费有警戒。 印度2019年第3季的 GDP 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也降到 4.5%， 是6年来新高，失业率也是40年来新高。互民众自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到正罕的拄到的庆祝活动，钱拢捏甲正严，就连人生大事的婚礼，拢无像以前遐尼浪费。 Considering the market scenario right now, there is a little recession in India as well going on. So considering this starting phase, we've consciously tried to cut down on the cost by effectively 20-30%. 根据统计，印度的婚礼产业每年有400到500亿美金的市场，换算台币差不多1兆2000亿到1兆5000亿。印度的婚宴一向拢是当地伫咧会场双方家族社会地位的标准，也毋过经济歹。 好真侪中产阶级即马是控制消费，甲钱欠起来。The entire family has been dreaming about her D-Day, one day when my child would get married, and they've been saving things for that day. But after demonetization, this sector has had the major setback. The wedding size, which used to be 2,000 people, has been reduced to now 700, 800. 一个印度的好野人也找到省钱的方法，就是将婚礼刷去国外办。 因为伫咧国外办喜事，就算即个人邀请无到200位人客，也袂伤失礼。除了省钱，也有人撇开一寡正繁杂的礼俗。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空气污染会危害健康，即马有一款智慧型的喙암，内底有导电风，而且也会当测讲你身躯边的空气有偌歹，而且也会当甲手机啊连线，即马嘛正做讲应付空气污染的新法宝。 讲到空气污染，大家就想到喙癌。不过，就算是上有效的 N95或者是 N99喙癌，也因为材料伤过高，小段一个就感觉真翕。荷兰一间新创公司伫今年消费性电子台电推出这种上新的智慧喙癌，内面有电风系统解决翕的问题。 Then we have developed our own fan that makes all the heavy lifting for you. You can have the premium quality filter, and you don't need to pull on your lungs. And when you expel, the air full of warm humidity and CO2 is expelled very easily out of the mask. 翕的问题改善了，这么上重要就是要抵抗空气内面 PM2.5的这款有害物质的入侵。内面有散布微粒的侦测系统，搭配 LED 的警示灯，再生材料的高品质炉芯，水清气了会当搁再用，使用期限是2年，会当透过 USB 充电，有效撇开空气污染源。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全世界每年有460万人甲空气污染有关系原因死亡，会当看出空气污染问题偌严重。这种智慧喙癌推出了，正受注意。伫今年热天会正式推出，年底进行全面上市，会先互美洲的采矿业试验，过来是锁定空气污染严重的中国北京、印度的新德里，
一个定定发生森林野火，美国加州加澳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国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加12度，上悬20度；中部温度上加12度，上悬24度；南部温度上加14度，上悬27度；东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4度。外岛是11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